您是否曾经想过，为什么许多台湾人民饮食清淡，喝很多水，并且遵循每一条健康建议，最后却还是患上了肾脏病？每天早上醒来，您深信自己的选择正让身体保持强壮，认为那一根香蕉、一颗橘子，或是手中那杯色泽鲜艳的蔬果昔，是在帮助您维持生命与健康。但有一天，您的医生打来电话告知检查结果，说道您的肌酸酐 creatinine 指数正在爬升。在那一瞬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曾经象征健康的那些水果，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义。这是一个您从未预料到的警讯，这感觉很不公平，不是吗？您明明做对了所有事，身体却在默默地衰弱。这是因为肾脏病是所有疾病中最安静的杀手，它不会大声尖叫，不会疼痛，也不会造成淤青。它安静地潜伏，直到您的肾功能已经丧失了一半。事实是非常害人的。研究显示，当您的血液报告第一次显示数值轻微升高时，近50%的肾脏功能可能已经丧失。您的外表看起来可能依然健康，但内部的过滤系统正在堵塞。您的血液因毒素而变得浓稠，您的器官正在为了维持平衡而苦苦挣扎。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是，危险往往不是来自于您避开的食物，而是来自于您所信任的食物。那些您认为能保持健康的鲜艳水果与超级食物果汁，虽然被宣传为有益心脏，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衰弱的肾脏承受过多的钾磷和天然糖分，直到身体再也无法负荷。在我的诊间里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。许多善良的人、谨慎的饮食者，或是严格遵守所有规则的长辈，突然发现自己距离洗肾仅有一步之遥。这令人心碎，因为这是可以预防的。一旦您了解肾脏真正的运作方式，一切都会改观。您会发现，康复并非始于更多的限制，而是始于更聪明的选择。我是林医师，今天我要向大家展示大多数医生忽略的细节，这6种经科学证明可以降低发炎、减少肌酸酐，并赋予肾脏自然愈合能力的简单水果。这些不是奇珍异果，也不是昂贵的食物，它们就在您的厨房里，等住您以正确的方式使用。在我们深入探讨每一种水果之前，您必须先了解身体内部发生的真实情况，因为唯有了解真相，才能在为时已晚之前保住您的肾脏。谈到肾脏健康，大多数人都会犯下一个令人心碎的错误，他们混淆了健康与安全。您看，当您的肾脏强壮时，它们几乎可以处理任何东西。它们过滤矿物质，平衡体液，并24小时默默清洁您的血液。但一旦过滤速度减慢，每1毫克额外的钾、磷或糖分都会变成身体无法忽视的负担。想象一下，当高速公路的一个车道关闭后，车流会如何回堵？这正是您血液中发生的情况。在您感觉到任何不适之前，一切都已经开始回堵并陷入混乱。让我告诉您关于陈女士的故事。她是一位50多岁的患者，她身材苗条，每天早上散步，同不碰垃圾食物。她的生活习惯听起来很完美，每天日出时吃2根香蕉并喝1杯柳橙汁。但在短短6个月内，他的肌酸酐从1.1跳到了1.7，他吓坏了。我们检视了他的饮食，我向他解释他的肾脏正被过量的钾、烟酶、香蕉、甜瓜和柑橘类水果虽然富含维生素，却让他虚弱的过滤器超载，就像往一个已经装满的水杯里倒水一样。当我们将这些水果换成低钾的选项后，他的数值稳定了，体力恢复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10岁。
背后的科学依据很明确，一项发表于糖尿病照护 Diabetes Care 的研究发现，果糖摄取量高的人，肾脏过滤功能下降的速度比限制摄取的人快了28%。哈佛大学的另一项分析证实，过量的磷，特别是来自标榜天然的果汁饮料，会加速骨骼中的钙流失，并导致动脉硬化。听起来无害的东西，随住时间推移可能变得致命。因此，如果您一直以一大杯蔬果昔开启新的一天，或者在不了解肾功能状况下摄取这些益心水果，现在是时候停下来重新思考了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恐惧水果，而是要了解哪些水果能治愈，哪些水果会伤害。因为在身体内部，每一个选择要么是迈向复原的一小步，要么是朝向衰退的又一次推动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有一种水果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实际上可以扭转部分损害。接下来您即将发现，清单上的第一种愈合水果可能会让您惊讶，它不稀奇，也不昂贵，而且现在可能就摆在您的厨房里。那就是平凡的苹果。大多数人视其为普通的点心，但对您的肾脏来说，它是一个低调的发电厂。当香蕉和橘子让身体充满若肾无法清除的矿物质时，苹果却反其道而行，它们让您的肾脏得到休息。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仅含有约195毫克的钾，几乎只有香蕉的一半。对于一个正在努力维持平衡的身体来说，这点差异就代表了一切。我记得王太太，一位60多岁的女性，她来就诊时感到精疲力竭，尽管服用了所有药物，肌酸酐仍缓缓上升。她以为保护肾脏的唯一方法是靠药片，但我们所做的只是增加了一个习惯：每天晚上吃一颗新鲜苹果，洗净后连皮一挤，在晚餐后慢慢食用。3个月后，她的磷水平下降了，体力恢复了。他告诉我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话，医师，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的身体是在帮我，而不是在跟我对抗。这就是简单持续行动的静默力量。科学也支持他的感受。发表在美国肾脏病杂志的一项临床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取25到30克水果纤维的患者，其磷的控制能力比低纤维饮食者好23%。秘密就在于苹果皮中富含一种称为果胶 peksin 的可溶性纤维。果胶就像海绵一样，在毒素和磷到达肾脏之前，就在肠道中将其结合。果胶并非强迫肾脏独自处理清理工作，而是将废物自然带出体外，给予那些过滤器急需的休息。此外，苹果皮富含胡皮素 quercetin 和绿原酸 progenic acid。根据自由基生物学与医学 Free Radical Biology and Medicine 的研究，这2种强效抗氧化剂可减少高达35%的肾组织发炎。每一口不仅滋养您的身体，更在保卫它。所以，下次当您想吃甜食时，请跳过加工零食，拿一颗苹果吧。您不是在吃水果，您是在为肾脏吃药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还有另一种体积更小但力量更强的水果，它像隐形盔甲一样守护每一个肾细胞。如果苹果是让肾脏休息的温和过滤器，那么蓝莓就是保护它们的隐形盔甲。这些深色的小果实虽然体型微小，却力量强大，它们在血液深处运作，保护脆弱的肾细胞免受发炎和氧化压力的伤害。大多数人因为它们的体积而低估了它们，但那是一个错误。半杯蓝莓仅含有约57毫克的钾，对于虚弱的肾脏来说几乎没有负担。然而，它富含花青素、安托夏宁这种天然色
素赋予了蓝莓深蓝色，也赋予了它们愈合的力量。这些化合物就像微型保镖，修复肾脏内部持续承受压力的细微血管。我的一位患者李老师是一位70多岁的退休教师，他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。他的早晨习惯是喝一杯装满香蕉和甜瓜的蔬果昔，结果肌酸酐镁隔几个月就会升高一点。我们并没有把水果从他的生活中剔除，只是做了更换，去掉高钾的选择换成每周摄取3到4次，每次半杯蓝莓。6个月后，他的水肿减轻了，过滤也稳定了。他微笑着说：“医师，我终于感到身体内部平静了。”那种平静并非魔术，而是化学反应。蓝莓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可以控制血糖而不产生剧烈波动，进而保护肾组织免受损害。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蓝莓花青素能减少高达47%的肾损害细胞因子。另一项来自营养研究的研究显示，规律食用蓝莓的人长期血糖控制比不食用的人好23%。甚至在血压方面，蓝莓也能增加一氧化氮，放松血管，使收缩压降低约4到6毫米汞柱。这听起来可能不多，但即使是2点的下降，也能降低7%的肾脏病风险。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冷冻的，都可以冷冻，不会破坏花青素。您可以将它们加入优格、燕麦片或单纯抓一把来享用，每一口都是伪装成食物的小剂量药物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还有一种水果不只是保护肾脏，它还能帮助肾脏由内而外重新建构。如果蓝莓是守护肾脏的盾牌，那么葡萄就是修复受损组织的愈合者。它们不只是保护您的肾脏，还能帮助它们再生。大多数人知道葡萄对心脏有好处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对肾脏修复有多强大。在那些红色和紫色的皮中，蕴含著大自然最卓越的化合物之一——白藜芦醇 （resveratrol）， 也就是让红酒闻名的抗氧化剂。但这有一个秘密，白藜芦醇对肾脏的作用更为惊人。它能启动一组被称为烯醇的蛋白质家族，特别是色基，通常被称为长寿开关。当这个开关启动时，您的肾细胞会开始修复、营养损伤、平息发炎，并扭转曾经看似不可逆的氧化压力。我记得张先生，一位50多岁的患者，来就医时经疲力竭，他的肾丝球过滤、GF 降至38，医师已经在跟他谈论洗肾的事了。他拒绝放弃。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计划：前进的水、适量的蛋白质，以及每周3次在午餐时吃一小把红葡萄。4个月后，他的实验室数据让所有人感到惊讶。他的 GF 升至47，血压也恢复正常。他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：医师，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。这就是葡萄的愈合力量，小水果，大康复。科学证据支持张先生的经历。肾脏国际 Kidney International 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白藜芦醇的慢性肾脏病患者，在6个月内肾功能改善了高达22%。葡萄还富含多酚这种植物化合物，能保持血管弹性与强健。请记住，您的肾脏本质上是微细血管的森林，由数百万根过滤血液的小管组成。当这些血管变硬时，过滤功能就会崩溃。葡萄有助于保持血管通畅且富有弹性，在不增加肾脏负担的情况下，改善循环和水分供应。不过，
摄取量很重要，一次吃太多可能会导致血糖飙升，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。黄金比例是小量但强大，每周2到3次，每次15到20颗连皮食用的葡萄，而且务必选择深色葡萄。深红或紫色的品种所含的白藜芦醇是绿色葡萄的5倍之多。下次当您想吃甜食时，跳过蛋糕，抓一把红葡萄吧，您会满足味蕾并向肾脏传递愈合的讯号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还有另一种水果，不只是重建，它还能冷却肾脏内部燃烧的无形之火。如果葡萄是愈合者，那么凤梨就是灭火器，它能冷却肾脏内部日复一日默默燃烧的慢性发炎。它之所以非凡，不仅是因为它的热带甜味或鲜艳色彩，更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隐藏的酵素——凤梨酵素 bromelain， 这是大自然最强大的抗发炎剂之一。虽然像布洛芬、ibuprofen 这样的止痛药会随着时间损害您的肾脏，但凤梨酵素的作用恰恰相反，它能减轻肿胀、分解发炎碎片，并帮助清除堵塞肾脏微细过滤器的蛋白质废弃物，而不会对身体化学造成压力。赵伯武是一位65岁的患者，来就诊时脚踝肿胀，肌酸酐数值每次回诊都越升越高，他感到沮丧、疲累且准备放弃。我没有开更多的药物，而是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挑战：每周2次，在饮食中加入半杯新鲜凤梨，务必生食，并带一点纤维质丰富的中心梗。2个月后，差异令人震惊。他的水肿消退了，血压缓解了，实验室数据终于停止攀升。当他微笑着说：“医师，我觉得身体变轻了”时，我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的肾脏终于可以再次呼吸了。科学研究也支持他的结果。生物技术研究国际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national 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凤梨酵素能将与慢性肾脏病相关的发炎指标降得高达42%，同时改善肾功能。这不是行销话术，而是可衡量的生物学。此外，凤梨天然富含维生素 C， 每杯约78毫克，增加了一层抗氧化护盾，在中和自由基损害肾组织之前就将其排除。凤梨酵素与维生素 C 的组合是我所称的黄金拍档，一个清理战场，另一个保护幸存的组织。只要记住，形式很重要。新鲜凤梨才具有愈合力，罐头或加工过的凤梨则完全失去作用，因为加热会破坏凤梨酵素。正确的分量是半杯生凤梨，甚至咀嚼一点韧性的中心梗，就足以让清凉的波动传遍您的系统。凤梨低钾，对肾脏温和且具有天然利尿作用，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，而不会让那些珍贵的过滤器过度劳累。每一口都像暴风雨后的平静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。因为还有一种水果，不只是平息发炎，它还能唤醒再生，给予您的肾脏第2次生命的机会。如果凤梨能灭火，那么石榴就能重燃生命的火花。这种鲜红色的水果不仅能缓解发炎，还能帮助重建已丧失的功能。石榴汁通常被称为大地的血液，富含稀有的化合物，如石榴皮干 punctolagins 和鞣花酸 alagich 和鞣它们就像微型的修复小组，穿梭在血液中，修补多年来因糖、盐和压力留下的损害。这些抗氧化剂不只是中和毒素，还能帮助肾脏再生，恢复大多数人认为已永久丧失的血流量和细胞能量。我的一位患者林奶奶今年72岁，对抗糖尿病超过20年，
他的肌酸酐持续攀升，每一份检验报告都让他更加沮丧。我们没有增加药物，而是增加了一项仪式，每周3次，早晨随早餐饮用1小杯无糖纯石榴汁。短短8周内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血压变得平稳，体力恢复了，肌酸酐也停止上升。当他看着我说：“医师，我觉得生命力又重新流动了时，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缺失的钥匙，这就是石榴的作用，它让生命重新流动。”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临床营养学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临床试验发现，每天饮用250毫升纯石榴汁，持续3个月的患者，其氧化压力减少了40%，肾脏血流量显著改善。另一项研究显示，石榴能改善内皮功能及血管放松，并有效输送氧气的能力。这意味着更好的循环、更顺畅的过滤以及更强的肾脏韧性。但并非所有的石榴产品都是一样的。市售的瓶装石榴汁许多都添加了糖和防腐剂，会抵消其益处。真正的力量存在于新鲜的种子或现榨的果汁中。每周2到3次摄取半杯种子或半杯纯果汁，就足以唤醒您肾脏自然的修复律动。每一个微小的种子都代表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细胞，一个愈合的机会。然而，即使是再生也需要保护，因为当石榴恢复生命的流动时，还剩下一种水果在守护它。如果石榴恢复了再生的火花，那么草莓就是每天守护肾脏的忠诚卫士。不要被它们的甜美或娇弱外表所迷惑，在那鲜红的表皮下，隐藏住大自然中最强大的抗发炎武器之一。草莓的钾含量很低，每杯平均仅约150毫克，即使是对肾脏敏感的人也非常安全。草莓最显著的是其3剑客防御维生素 C、花青素和胡皮素，它们共同作用平息默默伤害肾组织的慢性发炎，强健血管，并稳定随年龄增长而容易波动的血糖水平。郭女士是一位67岁的患者，同时对抗糖尿病和第3期肾脏病。她曾告诉我，她感到被罪恶感和渴望困住了。她热爱甜点，但相信每一口甜食都是迈向衰退的一步。我挑战她将每周几碗的糕点换成1碗新鲜草莓。3个月后，她的晨间水肿消失了，血糖趋于稳定。她笑着说：“医师，我终于找到了一种也会爱我的甜点。”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，因为这是事实。草莓在满足心灵的同时，也在服务身体。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。发表在《营养素 Nutrients》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规律摄取草莓能在短短8周内将关键发炎指标即反应蛋白降低17%。另一项来自《营养与代谢》杂志的研究显示，每日食用草莓可改善血管功能，并降低氧化压力，直接至肾脏的过滤移植。新鲜或冷冻的都有效。冷冻能保留富予愈合红色的花青素。最重要的是一致性。每周吃几把草莓，可能就是缓慢衰退与稳定保护之间的关键差异。每一口草莓都会将抗氧化剂送入血液，如同温和的修复小组，在微细血管壁破裂前进行修补。这很微小，也很简单。它证明了愈合不一定要很复杂，它只需要持之以恒。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长久肾脏健康的真正秘密，并不在于某一种水果，而是在于您如何组合、轮替它们，并在每一天都活出节律。您刚刚发现了6种能让肾脏重新呼吸的简单水果，这不是靠奇迹，而是透过一致性、科学与自我照护。
愈合不会在一夕之间发生，也不会来自昂贵的治疗或神奇补充品。它始于带住对身体的觉察与爱所做出的每一个微小日常选择。您吃的每一颗苹果、每一把蓝莓、每一片凤梨或石榴，都是肾脏能感受到的关怀信号。这些小动作积沙成塔，随住时间推移，它们可以转化您的能量、专注力，甚至您老化的方式。所以，我的建议是从小处入手，但今天就开始。选择1-2种这些对肾脏友善的水果，让它们成为你每周节奏的一部分。观察身体的反应，记录下来，追踪您的体力、睡眠、肿胀情况和思绪清晰度。愈合并非追求完美，而是追求关注。请记住，您的肾脏不需要完美，它们需要的是一致性。如果您对这些健康资讯感兴趣，请将这些内容收藏起来，以便随时查阅，提醒自己。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分享的医疗见解和简单的自然步骤，来保护您的肾脏和整体健康。这里没有夸大的宣传，只有您可以信任的实证引导。我是林医师，我想让您知道这一点，您并非无药可救，您的肾脏也没有放弃您，他们每一秒钟仍在为您奋斗。他们只需要您与他们并肩作战，去滋养他们，让他们休息，并相信愈合依然是可能的。照顾好您的肾脏，他们就会在您的余生中照顾好您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们下次见。